好，大家好啊！咁啊，又嚟到呢個獨自去偷歡嘅系列啦。咁啊，應該今年都係最係睇呢本書啦。咁啊，原子習慣，我想睇呢本書好耐啦。咁啊，呢本書亦都真係非常之好睇啦。咁所以我都俾到一個滿分嘅一個狀態嚟嘅。咁我講一講呢本書之前呢，其實就會由一個問題開始。其實近呢幾年我都成日都係問呢個問題，即係如果能夠重新嚟到一次嘅時候，我究竟會唔會去研究院去到學習呢？咁我自己好坦白嘅，覺得係唔值得嘅，因為我覺得係得不償失嘅。咁但係唯有通過嗰個嘅失去咧，先至令到我可以珍惜到我而家嘅時間。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繼續問，究竟嗰個意義喺邊度？咁啊近嚟即係睇緊一套好好嘅一套嘅動漫啦，咁就係關於地球的運動地。咁啊佢裏邊有一句句子講得好好嘅，咁佢就係講不正確並不代表冇意義。咁究竟嗰個唔正確代表嘅意義係喺邊度呢？咁呢個佢即係喺套動漫裏邊都留翻俾所有人佢哋自己去到思考嘅。咁但係佢都幫緊我去了解緊，其實我究竟嗰個意義喺邊度？咁而至於我就再落翻呢本書嘅時候呢，就令到我可以有一個更加深層嘅一個嘅諗法。咁第一樣嘢講一講個書本嘅基本資料先。咁個書名就係《原子習慣》啦。咁個作者就會係詹姆斯克利咁啊出版嘅2019年。咁今次唔好意思出唔到張圖喎。咁其實嘅應該個個都係睇嗰個版本嚟㗎啦，因為其實本書都好新嘅啫。咁啊佢提一樣嘢好重要嘅點就係其實要講，其實如果真係想養成一個習慣嘅話咧，應該係通過身份認同去到養成一個習慣嘅。因為我哋而家往往淨係太過集中喺結果嗰度啦，咁所以就變成咗好似喺右手邊呢一個圖畫咁樣啦。咁其實就係太過集中咗喺嗰個結果度咧，咁就集中咗喺件事嗰度，以至於你調轉推翻入去咧，其實你未必改變得到你個人身份嘅認同嘅時候，以至於你其實嗰個習慣未必真係能夠養成嘅。但係如果你由身份認同去到做嗰個基礎嘅時候咧，咁你就集中咗你希望想成為嘅人，咁於是乎其實你再去改變嗰個結果嘅時候咧，其實可以更加持久嘅。咁為咗要建立一個習慣嘅4個步驟，咁佢講咗分別會係4步，就係提示、渴望、回應同埋獎賞啦。咁佢就住建立好習慣同埋消除壞習慣咧，都有講到佢嘅睇法嘅。咁簡單啲而言啦，咁其實就係如果你好習慣嘅話，你咪令到嗰個提示好清楚、好容易，即係見得到，只要佢做呢樣嘢就會有 A， 之於是然後再有 B。咁以至個渴望嘅時候，其實就係令到你心裏邊想做呢樣嘢，咁所以就要令到個習慣變得有吸引力。咁以至於個回應上面嚟講，就係令到件事變得好容易就做得到啊。咁至於個獎賞就係你要令到你自己覺得係開心嘅，咁你其實就可以幫助自己都會建立一個好嘅習慣。咁頭先一開始有講到一提示咧，咁提示最簡單嘅係咩咧？其實就係一個環境，一個環境如果可以配對一個習慣嘅話，咁就最好噶啦。因為其實呢個咁樣嘅提示咧，係幫你可以建立到你喺嗰個地方度做某幾件事。譬如好似最簡單嘅例子啦，即係你翻到公司啦，或者翻到學校啦，咁我哋咪工作同埋學習咯。咁於是乎你喺到屋企嘅時候咧，咁你就休息。如果你兩件事其實撈埋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會令到你嘅身體同埋你嘅身心靈會覺得好混亂嘅。咁但係作者都明白嘅，咁其實即係現今世代裏邊嚟講，即係喺屋企裏邊工作都係難免嘅事情嘅話咧，佢都有提議到啊，其實你可以定義成為，譬如可能喺你個書枱啦，或者係你嘅餐枱啦，或者係你電腦枱啦等等，咁唔同嘅一啲細啲嘅空間咧，去幫你建立習慣嘅話咧，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嘅提示嘅。咁另外咧，佢就再講到，其實我哋真正興奮嘅係預期，我哋唔係即係達成到嗰樣嘢，我哋好開心，係我哋等緊嗰樣嘢嘅時候最開心。咁所以最簡單，如果我哋嘅本身啦，人生裏邊有好多習慣，例如可能起身就要洗面、刷牙等等一堆咁樣嘅一啲簡單習慣，因為習慣先係令到我哋係可以去運作得到嘅。咁如果我哋有兩個習慣啦，譬如我哋有習慣1同埋2啦，我想建立一個新嘅習慣嘅時候咧，咁最簡單嘅做法咧，就係可以喺嗰個習慣1同埋2中間咧，咁你加入咗一個新嘅習慣，於是乎形成咗一個新嘅一個嘅連鎖系統，以至於中間再加入一個獎賞，令到佢變得有吸引力，從而翻去到你去到習慣1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動力去到做一個嗰個所謂嘅新嘅習慣，因為你會想有嗰個獎賞。咁另外其實佢都講到嘅心情係好緊要嘅，所以頭先我哋有個渴望啦，咁其實嗰個
情緒其實係有吸引力嘅。咁所以我哋必須要改變到自己嗰個心態。例如啦，其實溫書都係永遠都要溫㗎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同自己講，我哋係必須要溫習嘅時候咧，個心態上面係被逼嘅，要改變你嘅心態。因為其實作者一直以嚟佢都覺得係一個身份認同嘅問題。咁所以如果你係主動選擇，你係可以去溫習嘅時候咧，你就可以通過你自己心理上面嘅改變咧，令到呢個新嘅習慣即係溫習啦變得有吸引力。咁而嗰個習慣養成咧，其實作者好着重就係講緊嗰個頻率嘅，佢希望用一個高嘅頻率去建立一個習慣，就唔需要長時間同埋高標準嘅。咁所以佢頭先都有講到，即係我哋要降低嗰個麻煩，即係令到佢容易去到做啦。咁所以降低麻煩就係一個高頻率嘅一個必要條件。咁所以佢就提到一個叫2分鐘法則。咁例如係咩咧？即係如果你要做一個嘅長跑練習嘅時候，就可能你要話我要練半個鐘或者1個鐘頭，即係唔好諗到咁長啦。如果將件事變到2分鐘之內要做得到嘅，咁就你話着起咗隻鞋，其實你就完成得到。通過你持續地反正我都着起咗隻鞋啦，不如我就出去行一陣啦，即係冇話半個鐘咁多嘅，咁叫行15分鐘都好啊。即係佢想希望嘅喺做呢件事嘅時候，強化到你自己嘅身份認同，就係你一個係專注喺你自己身體健康嘅人。咁至於習慣總係有代價嘅，咁喺本書裏邊其實都講到，其實每個習慣作者都好難去到評論究竟係好定唔好啦。當然有啲一定係唔好噶啦，咁但係其實絕大部分都係灰色地帶嘅時候咧，咁佢都會理解成為其實好嘅習慣咧個代價往往都喺當下嘅，而壞嘅習慣嘅代價就會喺未來。例如啦，跑步，即係有時間嘅時候你去跑步啦，咁你個代價就係你而家會好攰啦，我而家都幾攰，啱啱跑完步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嘅習慣係總之我有時間我就唞下㗎啦，咁你個代價就會係肥。咁肥唔會係呢一個瞬間突然之間因為冇跑步就肥咗3公斤㗎嘛。咁但係其實嗰個代價就會係因為好遠咧，以至於我哋其實個人嘅理性上面係理解得到，但係因為嗰個太遙遠嘅關係，冇一個近期嘅一個嘅獎賞，以至於我哋就會因為嗰個獎賞近期休息係好 sweet 啊，咁所以令到我哋就會去做休息咯。咁所以點解我哋頭先有講到，即係要建立一個習慣嘅時候，你要有一個獎賞，個獎賞要令到你會再做呢件事。咁作者亦都講到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工作嘅時候都會需要有啲 KPI，即係一啲主要嘅表現指標啦。咁但係其實佢都好長不停重申嘅，就係其實 KPI 如果成為目標嘅話，就唔係一個好嘅 KPI 啦。因為個重點係在於身份認同同埋建立起個習慣，而達成咗個 KPI 其實只要換嚟空虛嘅啫。譬如最簡單嘅就係如果啦，你同學係以我要目標係要攞100分裏邊攞80分，咁你真係攞到80分啦，咁點咧？即係80分嘅時候，你係咪停步咧？唔係，我其實應該要重新有一個身份認同，就係我覺得我應該係一個學生應該係做好我而家手頭上面嘅學習。可能我未必係有80分，可能我有70分，咁唔緊要嘅。我有冇做好我學習？冇做好嘅，我咪做好啲咯。以至於可能去到我做到90分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其實我係咪係做得到一個好嘅學生？以至於我而家達到90分啦，我往後係咪再係一個好嘅學生？當你如果係去到身份認同嘅時候咧，你呢件事就再唔係一樣咯。咁但係即係除咗本身可能好普通嘅一啲習慣之外啦，咁有啲可能係一啲專業嘅習慣，例如你係一個專業運動員嘅時候，咁你即係你形成個習慣，個個都係㗎啦。咁你如果要突破嘅時候，其實你要點嘅咧？咁其實佢都有講到嘅，其實就係如果你個習慣純粹係一個習慣，就變成咗固化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唔會再去到有突破㗎啦。咁如果你要突破嘅話，咁你要點咧？你就要去反思翻成件事。譬如最簡單，你可以用一個叫做 A/B 測試啦，即係譬如你用80時間去到保留翻你而家有嘅習慣，然之後20時間咧就去試一個新嘅效果，咁就從而俾你有一個新嘅挑戰同埋刺激感。因為其實成功最大嘅威脅就唔係失敗，而係無聊。咁所以如果你淨係每一日一定重複，你唔去諗下點樣去提升嘅時候咧，咁其實你係唔會有嗰個提升出現嘅。咁所以佢就通過一個 A/B 測試啦，佢叫做咁就提醒翻大家，其實成功你真係要去到即係由 A 去到 A+ 啦。其實最緊要嘅要處理嘅就係你無聊嗰個感覺。咁成本書去建構嘅時候都係一個身份認同嚟嘅。咁所以其實佢亦都講到彈性嘅身份認同對於人嚟講係好重要嘅，就用人格去到定義自己，就唔再用職業，即係唔係我話我係一個老師啦，我係一個學生啦。你應該係會講到其實我係一個乜嘢嘅人。咁所以當你揀啱個戰場，即係用個習慣去配合翻個性格嘅時候咧，你其實你自然會做得好好㗎啦。咁喺呢本書嘅讀後感係咩咧？其實就係勿以小而
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啦。即係其實你一個習慣要去建立嘅時候，真係好簡單，去到做一做，就算唔係好做得好長，唔係做得好高嘅品質都好，其實你都係可叫做到，亦都會建立到個習慣，從而去催化緊你個身份認同嘅轉變。而我一直都相信，其實人係一個選擇嘅累積，而習慣正決定緊我哋嘅選擇。而呢一樣嘢，當我睇到書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其實我都發現到其實習慣正係我呢半年嘅閱讀嘅主要軸心嚟嘅。咁例如之前我有睇過本書啦，叫做《不懂大人你就自己做到死》啦。其實佢就好講求嘅咧，就係咩咧？就係我哋通過行為就會導致到結果，而我哋應該集中緊佢個行為上邊。咁於是乎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管理。咁之後另外我亦都睇咗本書叫做《一流的人如何都懂得如何做選擇》啦。咁其實佢就會講到，其實你嘅選擇會導致到你嘅行為，你嘅行為再導致到你結果啦。咁而家再加埋呢本書《原子習慣》喺當中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得到，其實因為你嘅身份認同會決定到你嘅習慣，而你嘅習慣會影響到你嘅選擇同埋行為，再繼而去到影響到你結果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發現所有事情去到最尾咧都係習慣，以至於最重要嘅就係你嘅身份認同係決定緊你呢件事究竟係會發生成點咯。咁所以我自己都要問翻我自己嘅身份認同係啲乜嘢，有咩驅使到去到我中年嘅時候啦，即係我好坦白，我都去到中年啦。咁去到發力，去到閱讀，去到推動我自己去到做呢啲咁嘅閱讀筆記，並且可能即係好坦白，我都持續咗都有成3-4年去到做一個嘅每週課。咁其實我自己身份認同係啲乜嘢咧？咁當個人工智能係成行成市嘅時候，書評短片亦都可以隨手可得。咁點解我都仲要做短片？其實亦都回應翻一開始嗰個問題，就係其實我自己會覺得點解我要去到研究院？研究院對於我嚟講，其實嗰個改變係啲乜嘢？就係佢改變咗我嘅身份認同。咁以至於我會對於頭先做嘅嘢，用咗一個咁樣嘅方式去到幫我自己去了解翻，其實我自己做緊啲咩嘢咯。咁希望呢本書亦都可以幫得到大家啦。咁我自己個人係好推介大家去睇本書嘅。咁本書個名叫做《原子習慣》。咁下次有機會我哋再見啦，拜拜。